香港又迎嚟回南天啦，天氣好潮濕。你哋有冇試過私密處痕癢、痛同異味嘅困擾呢？唔使擔心，好友推薦我呢款絲襪妥抑菌舒緩噴霧同長效盡本膠囊，用咗之後真係可以解決晒啲問題。呢兩款都係針對亞洲女性體質研發嘅，7效合一，全方位守護絲襪健康。噴霧可以即刻舒緩痕癢、作痛、去異味不間隔，仲可以抑制鏈珠菌99%添。而且佢仲添加咗美白緊緻精華同清涼配方，真嘅係一舉多得。絲襪妥長效盡本膠囊就可以長期治本，平衡絲襪處菌蟲，告別痕痛異味分泌物，保持尿道清潔，遠離尿道不適，解決腎漏、平腎吉等煩惱。絲襪妥膠囊搭配噴霧，內服加外用，效果咁佳喎。我已經用咗一段時間啦，真係感覺絲襪處健康咗好多，再都唔使擔心嗰啲尷尬嘅問題啦。